那本地邦桥的幼稚园，即马伫10指共一间连锁幼稚园，也传出讲有这甲囡仔饲药的风波。新北市长夏友基出席记者会，亲身说明，表示讲这15、16教育局有进行这全幼稚园家长到幼稚园检验的意愿调查，由专职病院土城病院17会去到幼稚园采检。也那医护会执行长林庆芳下晡也讲，为着要解决掉大众记录检体的用急件的方式，送到台北荣总毒物科做检验，上近3天到1礼拜，这结果就出来。那个目前会有要关闭的。部分的铁门救来，玻璃窗也挂乌布，柜台人员敢若回复教育局统一回复。新北幼稚园饲药的案件，敢若也影响到同集团为伫10指的幼稚园，一个囡仔流验出微量的左边管制药物苯二氮平类，再去医院有家长带囡仔来上课。今天还是正常带小朋友来。用药有时候他们的处方笺里面都有含一些想要睡觉的药，医生都有告知，也不能都怪那个啦学校啦。家长讲17日统一来采检，新北市府早起调开记者会讲，已经全面稽查，合来23间集团连锁幼儿园有11间违规，相当在依照幼儿教育甲照顾法开罚总共66万块。对10指某私立幼儿园敢疑似饲药案件，校友基亲身来说明。15号、16号这2天，我们教局也进行全面这个家长到园检验，不过也要经过家长的同意。6月17号，我们决定专责医院、土城医院、土城医院就是到园进行采检。对着饲药案件，受理安全判断，有道理专家认为应该爱零检出。台湾临床病理检验学会理事长朱凤业是讲，检验过程若出现数字，不一定代表这个物质的存在。200来克是经过科学实证的判定数据，背景搭悬价跟每一个检体特质无同有关系，零检出并不适用。在检查的时候出现的数字而已，那个数字是拿来跟200所比较的，那个不代表量，那也不代表说是代表该物质不存在，所以零检出应该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面。当然，这组比的检测我们送到台北荣总，原本一般件是1个礼拜，我们说就是尽快了哈。那也许3天是不是就能够有答案？对着有文化检验需求的，即阵已经有83人，6个检查部分，即阵总共有43个囡仔有检验，39个是阴性，4个也伫检验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